佛說往生經一拜。香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眾生？無眾生自有，自有電乾坤，香雲隨時算，帥氣不時生。我佛寶佛智，普度有緣因一拜。往生經。自無自有，色相相侵，貪瞋痴愛，結業甚深，六道輪迴，普沾慈因，胎卵濕化，皆具佛性。若棄之復，不得而傾。96億諸眾緣人，皆成氣化，乃是佛生。頭期創教，導人雄軍一拜。二期普渡，燃燈先生一拜。度回4億為920。此次3期因照慧明一拜。有相皆度，無相皆成。陰超陽戰，起死回生，先佛聖言一拜。聽令遵行，協成普渡，大同永享。水陸各道，唯名是聽，永免輪迴，自然超生。佛光隨地，度化天人。無內無外，無乾無坤，變化氣質，景象若春。無起無伏，無假無真，自利利他，人鬼相隨。無善無惡，不卑不尊，蓮有九品，花不相傾。一切諸苦，永享安寧。蓮花世界，有形可登。虛無為有，色相分明。空中之色，不可容同。既無色相，決無寶珍，亦無可貴，決不相爭。既不相爭，決無相親。既無相親，貪親焉有？既無貪親，無明盡明。明者覺義，覺者義明。覺明本返，是為往生。往生不生，何有使生？使生解脫，永鎮連經，一切大同，穩決世尊一拜。76句往生經。胎卵濕化盡超生，聞此痛離三途苦。念經好報4重恩，九憂十慮都解脫。8000億劫早離身，蓮台雖然有色相，無善無惡，相自傾一拜。佛說往生經一拜。香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眾生？無眾生自有，自有電乾坤，香雲隨時算，帥氣不時生。我佛寶佛智，普度有緣因一拜。往生經。自無自有，色相相侵，貪瞋痴愛，結業甚深，六道輪迴，普沾慈因，胎卵濕化，皆具佛性。若棄之復，不得而傾。96億諸眾緣人，皆成氣化，乃是佛生。頭期創教，導人雄軍一拜。二期普渡，燃燈先生一拜。度回4億為920。此次3期因照慧明一拜。有相皆度，無相皆成。陰超陽戰，起死回生，先佛聖言一拜。聽令遵行，協成普渡，大同永享。水陸各道，唯名是聽，永免輪迴，自然超生。佛光隨地，度化天人。無內無外，無乾無坤，變化氣質，景象若春。無起無伏，無假無真，自利利他，人鬼相隨。無善無惡，不卑不尊，蓮有九品，花不相傾。一切諸苦，永享安寧。蓮花世界，有形可登。虛無為有，色相分明。空中之色，不可容同。既無色相，決無寶珍，亦無可貴，決不相爭。既不相爭，決無相親。既無相親，貪親焉有？既無貪親，無明盡明。明者覺義，覺者義明。覺明本返，是為往生。
往生不生，何有是生？是生解脫，永鎮連經，一切大同，穩決世尊一拜。76句往生經，胎卵濕化盡超生，聞此痛離三途苦，念經好報四重恩，九憂十慮都解脫，8000億劫早離身，蓮台雖然有色相，無善無惡相自傾一拜。佛說往生經一拜。香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眾生？無眾生自有，自有電乾坤，香雲隨時算，帥氣不時生。我佛寶佛智，普度有緣因一拜。往生經，自無自有，色相相侵，貪瞋痴愛，結業甚深，六道輪迴，普沾慈恩，胎卵濕化，皆具佛性。若棄之復，不得而傾，96億諸眾緣人，皆成氣化，乃是佛生。頭期創教，道人雄君一拜。二期普度，燃燈先生一拜。到回4億為920，此次三期因照慧明一拜。有相皆道，無相皆成，陰超陽戰，起死回生，先佛聖言一拜。聽令遵行，協成普度，大同永享，水陸各道唯名是聽，永免輪迴，自然超生，佛光隨地，度化天人。無內無外，無乾無坤，變化氣質，景象若春，無起無伏，無假無真，自利利他，人鬼相隨，無善無惡，不卑不尊，蓮有九品，花不相傾，一切諸苦永享安寧，蓮花世界有形可登，虛無為有，色相分明，空中之色不可容同，既無色相，決無寶珍，亦無可貴，決不相爭。既不相爭，決無相親；既無相親，貪親焉有？既無貪親，無明盡明。明者覺義，覺者義明，覺明本返，是為往生。往生不生，何有是生？是生解脫，永鎮連經，一切大同，穩決世尊一拜。76句往生經，胎卵濕化盡超生，聞此痛離三途苦，念經好報四重恩，九憂十慮都解脫，8000億劫早離身，蓮台雖然有色相，無善無惡相自傾一拜。